讲到这麻病真高话，这较真正个世界拍拍走，引起民众惊惊，就走去诊所，希望讲要注疫苗。医生表示讲，想要注的人变多，但是即马是欠货，这是有需要讲到，若阵诊所有欠货，会当通报，这药商拢库存。今天大概打完就没了，因为今晚上被人家订走了啊，也没有新的货了。来到诊所就算是休困时间，也有民众打电话伫问讲，是不是要麻疫苗会使做？记者医师讲，随国内麻疫情清悬，民众敢若真烦恼，四个伫咧找看倒位有麻疫苗用做。疫情一旦来，那很多人要打的时候呢，就一下就缺货了。在紧急的状况之下呢，其实工会应该把它转成智慧了，那工会再去补就好了嘛。民众这烦恼毋是无道理，因为麻疹症状除了发烧、感冒炎、甲出红皮这症状，传染力增加人，一人会使传20人。主要是经由空气甲喙烂传播，也是去接触到麻病人的，然后分泌物就会着。有公卫学者解释，这麻公费疫苗注射对象，头一剂提供出世满12个月囡仔。第二剂是满5岁时阵爱做的。另外，建议注射对象包含高风险的医护人员，也是要去麻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民众，要20到45岁民众，因为细汉时阵做注射疫苗保护力消退，也会使补助。确实是可以在空气中的悬浮力附着在空气中悬浮力一段时间。那目前的研究大部分是以2小时为主，冬天低温又更容易让空气的悬浮力它的着护力又会增加。有缺药，那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做缺药的通报。那另外其实应该是先去找这几家药商，因为他们目前都还有库存。是表示讲，正国内麻自费疫苗要27000剂，若是讲诊所有欠货，用伫平台来通报。专家建议，想要避免去为着麻，除了注射疫苗，也要定定洗手，将避免伫过年前后麻疫情又搁清悬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